难道神尊不觉得后池与那上古颇有几分相似？萤火之光何敢与皓月争辉？你竟拿一件凡仙同上古作比！见过神尊。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多年未见，神尊风采依旧。本尊未变，你倒是变了不少。无患，这么多年，你与目光庇佑仙族，维护天界，着实辛苦了。若不是神尊与上古神尊教导，无患且只是凤族的小小彩凤。当年至阳神尊将仙族交予我和目光，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，不敢居功。你倒是如当年一般谦逊。放心，你与目光的功劳，本尊会记在心里。而今凤族有乱，牵涉魔气，刚好你又从封印魔族的九幽之地回来，应当早日查明真相，平定魔气，还三界太平。是神尊。神尊，无患有事要禀。何事？神尊出行，怕是有所不知。妖神天启并未身死，而是化名静渊，潜伏在妖界，祸害三界。说起来，当年妖神是神尊亲手所诛。你这是何意？无患只是心中有疑惑，不知为何天启死而复生。天启乃灭世之徒，人神共诛。本尊当时只是元气大伤，或许因此才侥幸让他留了一丝神识，也未可知。原来如此。当年妖族助天启行逆天之事，这也就是你6万年来频频攻打妖族的原因吗？神尊知道仙妖战事，神界在时，两族尚能和平相处，如今更是纷乱不休。无患实在是愧于神尊对我的信赖。不必请罪，你这么做也是职责所在。是。如今神尊想必已见过那后池了，难道神尊不觉得后池与那上古颇有几分相似？萤火之光何敢与皓月争辉？你竟拿一件凡仙同上古作比！无患失言，只是无患每每想到当年之事，便情难自已。我实在是不敢相信，神尊真的逝于苍穹。6万年了，逝者已矣。今日在苍穹之境，天后可有试探出结果？他当然是滴水不漏，既不承认青木，也不承认后池与上古有关。白觉此人心思缜密，我愈发觉得，当年他化作薄玄，长居于青池宫，为的就是要复活上古。如果后池真的是上古，那这些年本君所作所为，他都看在眼里。等他觉醒，等待本君的就是责罚了。我本来只是打压后池，看来现在我要找个机会彻底将他铲除，才能永绝后患。